咁我哋而家再聽下第2位嘅家長嘅疑難啦。教授你好，我個仔喺屋企好大聲，但去到學校就變咗鵪鶉，唔敢主動揾人玩。放學問佢有冇同同學傾偈，佢總係話冇。我好驚佢社交有問題，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幫佢踏出第一步？首先咧，我諗好開心啊！家長咧其實有好好嘅觀察力，係嘛？覺得咧小朋友咧喺學校咧同屋企咧有啲唔同，咁咧我哋都有幾個回應嘅。第一個回應咧就係話咧，我哋要先留意下點解喺屋企同學校咧嗰個嘅表現咧咁唔同咧。例如喺屋企就會好大聲喎，學校咧會好怕醜，會唔會咧喺屋企裏邊咧覺得安全感會大啲？可能喺學校裏邊咧，因為人多咧個安全感咧就唔係咁大咧。但係有時我都會覺得喺學校裏邊咧應該提供到好多唔同嘅活動啦，或者唔同嘅情景咧，俾孩子咧去摸索咧嗰種安全感嘅。校長係咪？係㗎，因為其實無論喺課堂活動裏邊啦，或者係喺課室以外活動咧，我哋都提供好多機會俾學生去做啦、去試啦，甚或者咧好多小組活動啊，可能2人嘅活動啊，都希望佢哋有個高嘅參與率嘅。你提到啦，去做啦、去試咧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去做去試啦，而又做到嘅時候咧，個安全感就會大，小朋友咧就會願意啦去講嘢啦，或者願意咧去同其他人咧去溝通嘅。另外一樣嘢咧，我哋咧都會鼓勵家長咧係觀察小朋友咧一段時間先，喺咩情況底下會比較怕醜咧？有咩情況底下咧會比較勇敢咧？你都可能陳校長見到呢個小朋友，其實咧佢都幾勇敢嘅喎，肯同校長講嘢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觀察下呢個小朋友咧，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第3樣嘢咧就係咧，我諗會製造一啲機會啦。好似頭先校長講到啦，其實我哋喺屋企裏邊，或者係我哋話喺學校裏邊，或者學校以外啊嗰個人際溝通上邊咧，其實都可以製造一啲機會俾佢，讓佢咧係同其他人咧去表達嘅。咁我相信咧，學校其實其中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多嘅機會咧，製造呢啲咁樣嘅人際關係，讓個學生咧可以冇咁怕醜嘅，係咪㗎？都係㗎，因為其實我哋好多課堂裏邊嘅互動啦，我哋都鼓勵小朋友去參與。更重要咧，我哋都有一個讚賞嘅文化。無論同學答得好同唔好咧，我哋都會全班同學都會好好鼓勵。即係我諗嗰個安全感嘅培養就係佢應該係我就算講錯，甚至我做錯，我唔怕俾人笑，同學老師都會支持。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嗰個信心，好重要嘅安全感。係啊，同埋咧，我諗咧都要留意下啦。可能咧小朋友咧一小步咧，對佢嚟講咧已經係好重要噶啦。可能咧佢一個同學講，可唔可以親埋我玩啊？咁對佢嚟講咧已經係好唔容易嘅事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留意咧呢啲一小步嘅進步，鼓勵咧我哋嘅小朋友唔好咁怕醜啦。依家啲細路一返到屋企就玩手機、打機，話係同同學聯誼。如果我收佢手機，佢就話會冇朋友，同人冇話題。其實通過網絡社交對佢哋識朋友真係有幫助定係害咗佢？家長問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，因為我諗呢個係全香港家長都會問嘅問題。因為咧手機在手啦，都唔知俾佢好啊定唔俾佢好。如果俾佢嘅話咧，究竟俾幾耐咧？校長啊，請問你有冇用手機㗎？個個人都用手機㗎啦，我又點會唔用啊？你知唔知你一日咧你用幾多時間咧嚇？我諗都幾多㗎喎，都幾多係咪？因為有工作啦，又有娛樂啦咁樣樣係咪？咁其實咧真係好難嘅。其實咧，凡係所有嘅工具啦，都有好同埋壞之分嘅。咁可能頭先家長提到咧，呢一個工具係一個小朋友話一個聯誼嘅機會啊。咁其實係唔係嘅咧？當然啦，有啲時候咧，我哋會覺得一齊打機、一齊傾偈，其實咧都係一個聯誼嘅機會。但係咧，我諗咧，即係友情嘅發展咧，亦都可以有一啲深度嘅發展嘅。冇錯。例如人與人之間嘅即係溝通互動啦，真係有體感㗎啦，有眼神㗎啦，真係咧回應，真係我哋生活上邊嘅一啲嘅即係對話咧，其實亦都非常之重要。咁所以咧喺時間嘅分配上邊咧，就唔係話唔俾佢打機，因為咧校長唔俾你打機，你制唔制？唔得，因為我都有打機嘅。咁但係即係我諗都係要俾自己一個時限啦。因為其實你會想我打咗一關，又想打多一關。咁但係明白到有唔同嘅工作啦，亦都有唔同需要同人溝通嘅時間。咁我諗
家長幫忙佢哋節制都好重要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絕對係，因為咧，例如舉一個例子啦，例如可能我以前咧，我睇翻我電話咧，一日咧有7-8個小時咧都係用手機嘅，但係咧呢幾年咧就開始咧就每日咧係2個鐘頭到，咁其實咧呢2個鐘頭咧我淨係用喺手機上邊，其他嗰5-6個鐘頭咧我可以專注翻我自己工作啦，或者同我嘅學生傾下偈啦，同我嘅學生食下飯啦，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嘅。咁所以咧安排好時間，仲有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咧及早嘅預告俾你哋嘅孩子聽，例如放咗學之後，可能咧係半個鐘頭或者45分鐘係打機，咁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咧夠鐘咧就要收手㗎啦。咁呢個咧控制自己嗰個嘅，即係我哋話嗰個 discipline 啊，中文叫咩啊？紀律係非常之重要嘅嚇。咁所以咧呢一個咧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同你嘅小朋友咧約法三章啊。